来乡亲啊，这个台中市的火锅店加上烘肉店，大约有1400间，去年的营业额789亿，可见这生意有偌好才好。所以台中市政府特别办活动，让消费者来票选，选出到火锅甲烘肉店的前10名。这个入选的店家是欢喜甲袂孤立。 高级火锅包伫咧铁板顶，含甲香港讲香，麻辣鸳鸯锅汤头沙巴片，再着咸椒的放开，滋味美味死。台中火锅烘肉节举办第2年，经过1个月投票，伫600间业者内底，由消费者票选火锅和烘肉店前10名。 听到得奖业者和员工，大家是唱甲嘴啊利西。另外4个项目第1名店家，汉堡品牌组第1名是老郑吉祥汉堡美餐店，汉堡美食组第1名是灵谷牧场酷华炭香。业者讲参加票选的过程，因的生意嘛变甲强滚。 谢谢粉丝们的喜欢吧，谢谢客人们喜欢，那我们会继续加油。欣赏台中海线最美的夕阳跟夜景，也欢迎大家在中秋的时候一起来享用美食。火锅品牌组第1名是新麻辣经典麻辣火锅台中店，火锅行动美食组第1名是八道食府火锅店。总体来说的话，我们业绩也成长大概3成左右，20间都有连同就是有带很大的收益。很多人都1个礼拜来3次，然后1年来好几10次。 我觉得非常的谢谢你。台中市拢总超1400间烘焙业者，去年替台中市创造189亿营收，美术奖做火锅烘焙美食之都。市长都虽然除了真心颁奖给业者，嘛欢迎大家同齐来到台中说好料理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